咱台湾伫咧2020年6月对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口蹄疫疫区名单摕掉了后呢，即马也要准备做外销的市场。国内6间业者伫今年初摕到外销菲律宾的许可，9月11早起，头一个货柜有22吨的青猪肉正式送到菲律宾啊。 工作人员将青猪肉分类包装，这是咱高自口蹄疫疫区除名了后，中溪外销第一批货柜，40尺货柜装载22吨青猪肉，会经海运销去菲律宾。有经过这7天下到，想起今年1月，国内有6间业者处理菲律宾农业局进口核准。7月，菲国猪肉进口商来台哄抢，经过2个月协商，总算攻成订单。菲律宾的检疫官来看到我们这边的这个品质非常的高兴。我们是卖给那个盘商，所以他们出去的话，可能会在菲律宾他们的比较大的超市来销售。 想起咱高自1997年3月17日，成德关防治所发现头一个口蹄疫，随即爆发大规模口蹄疫疫情，停止青猪肉出口。当年5月，疫情渐渐控制，猪肉市场继续渐渐回稳。自2013年了后无案例，继续使用口蹄疫疫苗，后续经过版检了后，伫2020年改列无主疫苗，非口蹄疫区，一直到今年总算恢复出口。我们把24年的口蹄疫，那我们终于拔针成功。 那我们也现在在进行传统猪瘟的拔针，我们要开始来进军国际市场。我们要听这个东西，应该程序上我们要有很清楚的掌握，还要有消费者团体的一个参与。对于农业部饼后一个阶段目标是传统猪瘟版检，自112年7月起。 全国猪只已经停止注猪瘟疫苗，需要盖满1年无案例发生，就会当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提出申请，争取认可是猪瘟非疫国。学者建议，因为国际组织审核严格，包括对民间消费团体访谈，呼吁农业部会当整合业者甲民间团体，争取明下时停同齐拍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